来看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涉嫌造假注新冠疫苗的资料，和警方上班哦。这案是伫2023年5月份，警方调查发现，那前总统哦，佮有一点幕僚嘛牵涉着这案，有10大人互上班，目前是佮还未起诉。 巴西前总统波索纳罗和警方上班，因为伊涉嫌伫任职期间假造新冠病毒疫苗注射记录。波索纳罗的律师对此表示，涵过政治迫害伫 X 大文，全世界拢知影波索纳罗对此疫苗有伊个人的观点。担任总统期间的处访，伊完全会当唔免出示任何证明。Federal police accuse Bolsonaro and his aides of tampering with a public health database to make it appear as though they and others had received the COVID vaccine. It is now up to the Prosecutor General's office to decide whether to file charges, and a conviction could lead to up to 12 years in prison. 警方是伫2023年伫波索纳罗的厝内查考相关资料，发现伊明连亲信伫卫生部系统为伊甲伊的查某囝处理假的注射资料。那证据也显示，这个登录是调刚加起嚟的。以上亲近的幕僚，使得中校甲其他10个人拢因为牵涉其中互上班。迄当时波索纳罗甲记者讲。 伊无注过新冠病毒疫苗，伊的注射记录也无互头解。68岁波索纳罗伫2019年到2023年担任巴西总统，执政期间拄到新冠疫情，伊是标准的反疫苗论者，捌讲新冠病毒只是小可感冒，更加含的讲新冠疫苗会将人变作酷奇，也反对封城甲保持社交距离等防疫措施。新冠疫情伫巴西夺走超过70万条人命。2020年3月，波索纳罗传出确诊，也毋过伊好人今年7月才成。 警方表示，波索纳罗是伫2022年12月败选了后，去美国进行偷改资料。几工了后，伊的支持者伫首都巴西利亚发动巴西版国会暴动。警方当日追查波索纳罗伫这其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公司新闻吴为连编译。